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即嘛是热天，真侪树啊拢开始布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芽，五个芽第5条。读芽这是读鼻音，照古早的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芽就是草啊拄拄发出来的形。卖当讲是树栽花草拄拄发出来幼叶，咱讲是布芽发芽。另外草啊拄拄发出来，咱讲是草芽。这个文音读做芽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布芽，会当讲是发芽出芽，这个意思就是种子因为本身的条件，或者是外口的环境合适，开始发芽出来现象。第2个词读做麦芽糕，有人讲是麦芽糖，就是用麦芽淋淀粉水扬起了后，蒸做金色，变做小可黏性的糖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细汉做囡仔时，上爱缀大人去洗牙齿，食梨仔签、嚼梨仔糖，顶面裹一片麦芽糕，享受快乐的月光暝。买菜籽转去种，落尾嘛发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芽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芽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